老板问中保牛要辣吗？我说只要一点点。老板小姐锅上面要辣吗？小姐也说一点点。然后接着老板对厨房说：葱牛小小辣，锅面小小辣，哈哈啊！老板问中保牛要辣吗？我说只要一点点。老板小姐锅上面要辣吗？小姐也说一点点。然后接着老板对厨房说：葱牛小小辣，锅面小小辣，哈哈啊！老板问中保牛要辣吗？我说只要一点点。老板小姐锅上面要辣吗？小姐也说一点点。然后接着老板对厨房说：葱牛小小辣，锅面小小辣，哈哈啊！